聖公會安老院舍外展專業服務試驗計劃九龍中團隊嘅職業治療師馮姑娘。今日我會為大家示範一套健身氣功八段錦。呢套健身氣功係屬於一種低至中度嘅帶氧性運動，透過和緩、具鬆弛以及伸展筋腱嘅動作，達至強身健體以及提升我哋嘅免疫系統。長期修練仲有助放鬆精神、減少壓力，有助養生添。要練習八段錦，我哋只係需要有足夠嘅空間就可以啦。另外，如果大家有任何嘅唔舒服，例如頭暈、心悸或者高血壓，就唔適宜練習啦。如果大家準備好，我哋就可以即刻開始啦。左腳開步，與肩同寬，曲膝下蹲，掌抱腹前，中正安舒，呼吸自然，二手丹田。